真济吼。我记得顶礼拜来伫决定皮皮纸吼，感谢主，互咱有一个真好的天气，无论寒冷还是烧热，咱拢会当来主的面前来敬拜伊。咱来锻炼圣诗第83首，圣诗第83首，耶稣基督听候。咱请书记为咱读一遍，耶稣基督听候，听候伫路边。 受气，这是咱要过来吟锻炼第2首384首，圣诗384首。咱由愿请书记为咱读一遍。主讲若要做我学生，举你十架对我进前，甘心乐意举你十架，诚实谦卑的心内底。 基督的心，三甲吟第5节，对主基督举你十架。对主基督举你十架，到你临终不通放的，只有举伊十架人，通得永更免流。
行咱家己的实价，通得阳光明亮的愿望。咱三甲来祈祷。即上天父，阮感谢你，你为着阮顶十字架，为阮流出你的宝血，也洗清阮，互阮有份会当甲主你同坐倒。求做你圣神来引带阮，带领阮，愿阮会当跟对你来行家己的十字架。愿主你圣神保守阮，阮从今早起的敬拜、仰望、拜礼伫主你的面前。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圣名求，阿门。礼拜时已经到，请走吧。
多妈讲，伸你的指头仔来看我的手，伸你的手来探我的合的。无你做毋信的，就做信的。多妈应讲，我的主啊，我的上帝啊。三甲来吟圣诗第83首，耶稣基督听下，请起立。是咱的基督文来祈祷。阮伫天你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你行，伫地恁亲像伫天恁。阮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的人。无对从阮入去，就救阮脱离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刷接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所在。我信耶稣基督，上帝大师囝，咱的主，对圣神投胎，对十四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入来受苦，顶十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面，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信，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国活，
因阮的活命。阿门。请坐。启应文第47篇。伫信息后面，我来启大家来用。静海岛啊，着听我的话。我伫胎内，上主就紧照我。伊予我的喙亲像内刀。搁予我诚做无尖的剑。伊有对我讲：“你是我的奴仆以色列。”我就讲：“我拍拼是空空。”犹古我靠上主替我伸冤。我伫胎内上做啥？我伫胎内，上主就做我做伊的奴仆，要互雅各归往伊。因为上主看我最尊贵。伊有讲：“你做我的奴仆，通兴起雅各的支族。”做啥？毋若安尼，我要互你做较大的事。我嘛要设立你做列邦的光。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的历史的大主宰，阮的主，感谢你，伫阮要做罪人的时，你就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阮真正有福气，逐日的生活有你引带，有你的圣手在仍在保护。主啊，你也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四季的长势是你在立底。伫即个春天的时，一时啊烧热，一时啊寒冷，求主你保守阮大大细细，有健康的身体，平安的心灵。主啊，阮也是照你的形象所造的，愿阮内面有你的灵，互你的款式，疼人疼上帝。伫过去即礼拜，因为绿台儿童的事件，阮的社会有真侪讨论的声音。主啊，你是慈悲怜悯的主，愿你安慰伤心的人。你也是公义判断的主，犯罪人要得到刑罚。相关的政府单位、机构也着负责任，确实来检讨有妨类似的事件搁发生。阮要特别为着伫第一线服务的社工人员来祈祷，因有热切的心，有服务的意志。常时，因也承受真大的压力。求主你，互阮嘛有三款的心志，亲像保罗所讲，阮逐人无伫顾家己的事，也着顾别人的事。盼望阮的社会有哪侪人有基督的心志，就哪平安和谐。主啊，阮也为着阮当中一切顺遂的人来感谢。也要为着忧伤烦恼的人来祈祷。有人或是厝里的人破病当咧治疗，求你医治的大能降落伫因的身上。有人伫职场拄着困难，求你为因开路，互因看见主你的陪伴。阮当中也有人为着关系在烦恼，夫妻、亲子、朋友。或者是甲上帝的关系，主啊，你赐阮智慧甲信心，知影将你放伫第一位，阮其他的关系就要得到和好甲祝福。即时求你安静阮的心，开阮的耳孔，阮要详细来听你通过牧师的喙所要透放互阮的信息。
愿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赞美，请本堂圣歌队，因要献的诗是确实伊担当咱的忧闷。
写信歌对水的歌声，用讨上帝话记载伫圣经加勒泰人书第6章14节到18节，记载伫台语和日本圣经第218页。加勒泰人书第6章14节，若是我断毋夸口别项，只有夸口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若定。对即个就世间我顶十字架，我世间也是安尼。因为受割礼无受割礼拢无要紧，要紧就是做新创造的人。既若照即个准情来行的，愿平安怜悯到伫因，也到伫上帝以色列的百姓。打了后，人毋通搅扰我，因为我的身躯有带耶稣的婚约。兄弟啊，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的心神伫地。阿门。讲道，请张牧师，伊要讲的题目是身躯有带耶稣的婚约。请咱搁一摆，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你听，伫你恩典的吸引的完整人对四面八方来聚集伫遮，要将感谢，要将荣光，要将敬拜来献伫主你的面前。愿阮伫上帝你面前，伫圣殿即个时阵，用阮的心灵甲诚实所献的祭，得到你的欢喜。主确实，阮的心有真侪忧闷，为着阮无满意阮家己，为着阮甲其他人的关系，有时阮也非常的困扰。为着整个伫台湾的政治甲世界整个的局势，有时互阮感觉忧闷，人会毋茫伫什么所在？主啊，你要担当阮的忧闷，你又为着阮受鞭拍，你为着阮解决侪问题。你用告我，互阮看见生命另外一种的可能性，阮也会通享受迄个告我永远的活命。主啊，阮伫大在这一期，伫你要受难的即个时阵，搁较来思想阮甲上帝、甲主耶稣基督的关系，也主耶稣到底留什么款的模范，互阮会通学习来行来做。主啊，阮真期待。阮也会通亲像保罗安尼讲，我的身躯有带耶稣的婚约。愿主你通过今仔日人有限的人脈甲传达，上帝你对每一个无共款的人心灵的需要，你直接通过圣神来对因讲话，互阮伫即个敬拜，除了将尊荣归伫你，也因为即个敬拜，阮的生命有得到提醒。有得到更新，有得到重新出发，拍拼的一个方向。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身躯有带耶稣的婚约，真有意思的一句话。我毋知你有咧注意即个新闻啦吼？美国总统因逐年有一届需要对众议院、参议院。两院联席会议伫国会来报告过去伊的施政，特别是即马拄着什么款的问题什么是我施政的优先次序咱国家有拄着什么条件，有什么危机我有做什么代志这个代志伊需要对国会议员，也是对全部的公民伫遐来报告。所以今年的3月初7，拜登发表伫即个任期内底最后一届，用伊的年纪来讲，无简单，讲68分钟吼，讲到嘛才超30分钟吼，伊2倍吼，68分钟80几岁来发表伊的国情咨文大家听了后，最重要的，今年既然这篇国情咨文，除了报告一寡美国拄着真大的问题以外，伊嘛等于是宣告伊要开始竞选第2任连任的一个开场白。
我看一寡报纸，甲伊分析讲，今年即个总统的国情咨文，差不多几个重点啦吼。第一个重点就是甲中国的关系，即摆上大的威胁就是中国，所以讲其实甲中国，阮追求的是互相竞争，毋是伫迄个所在追求冲突。第二项，这是个等于是个竞选宣告啊。咱知影大概今年就是川普甲即个拜登二次对决吼。所以伊虽然规篇无讲到川普即个名，总是13届批评伊的前一任，当然拢无好听话啦吼。伊安那讲拢做无够伊的前任安那我即马做安那，就是拢无好听话。伊开始做伊的竞选的宣告。上重要就是伊为着家己年龄的问题，所以伊特别强调我的年龄毋是问题啦吼。伊讲即句话真有意思，毋是讲你偌老，是讲你的观念偌新啦吼。人老甲伊的观念毋是有绝对的关系，所以有新的思想、新的愿望即个年纪毋是一个问题伊一直要强调这样代志。用我的年纪来讲，我上爱伊讲即句话啦吼。讲等恁到我即个岁吼，真侪代志看了会比较较清楚。有意思吼。等到真侪人生的历练是无到迄个年纪，确实体会袂出来。到即个年纪有一寡代志，你看了会感觉较清晰吼。即句话真，所以才会批评讲即届即场伊充满激情充满了。热情讲我还佫有气力，通好来带领美国真成功啦吼。所以人要批评伊年纪，伊用年纪甲伊当作伊的优点，反锁为攻所以大家感觉即场的演讲是没有失分啦吼而且互大家印象不止深刻。所以国情咨文，我看今日报纸咱的立法院嘛开始咧要求咱新任的总统将来爱去国会。对这立法委员报告国情，总是因伫遐要求讲及时回答吼。对立法委员对你的讲法有问题，你得马上来回答。执政党伫遐讲，美国嘛无即个例啦吼，嘛无即个例。这是公民社会即个民主社会总统伊爱对百姓的交代。所以咱看见今年真重点伫移民吼，即摆因为非法移民太侪，伫德州遐发生足侪代志，所以对伫民主党伊较对伪移民吼、非法移民较宽容，共和党伊就感觉讲边境安全爱守护住，所以伫外交、国防大项种族歧视，特别今年讲到堕胎权的问题，民主党对这方面感觉真开放，迄个是妇女家己的决定。共和党一寡只较保守的基督徒，因认为讲，迄个性命毋是你会通决定的吼，堕胎权毋是迄落，所以咱看见迄个背后每一个党有伊家己本身的核心价值伫迄个所在。当然，咱看规篇即个拜登的演讲，伊当然是要呈现家己做了啥物款我做了比以前搁较好。我做互美国经济今仔日到即个程度，失业率遐低等等，所以我想伊主要就是要对国会对百姓来讲，我还有能力，我做的已经很好，就是我还佫有能力佫继续带这个国家带领整个世界，所以人拢是会呈现家己最好的一面，所以这叫做。人设啦，吼，以前我敢捌听过这个名，对形象塑造。我想特别这有头有面的人，一定拢有人咧甲伊提醒你的人设，要安怎来互大家有真好印象。对伊外表的穿着、服装的搭配、讲话各方面拢会甲提醒。要互人知影，就大家看到你是往正面，而不是负面的这个形象。所以人物设定。我要互你一个当然媒体嘛真重要陈建仁大仁哥伊是温暖的吼，暖男啦吼有时咱有时受这个影响，咱就会有一寡安尼先入为主的观念当然咱嘛有家己的判断即届立法院长忽然间
没收了这立法委员的质询权，大家都来讲，伊都要去提早下班，伊都要休困啊。就媒体也要甲迄个人的形象甲设定是正面的、负面的，咱有时咱嘛去想这。所以咱伫活伫一个必须爱推销家己，咱逐个人拢望，互人好的印象。我有傲人的学历，我有经历，我怎么样？我是真专业。我即马有啥物成就？将来你会通继续来期待我做搁较好。所以咱看见今仔日立法委员一寡新科立委，因嘛是一直伫我爱镁光灯的焦点来照我，互我有一个较正面的，这是真专业哦。伊咧问这方面，你不管国防外交，逐项伊都知影。望，迄就诚做我的人设，诚做我，互人认捌我，想着咯，这个人是不错的，这个立法委员。我想毋是讲立法委员，你甲我咱拢注重形象的吼。咱总是伫人的面前要呈现我最好的一面。我有这个优点，总是我有一寡缺点，我尽量来掩饰。我想这是人之常情啦，咱拢会安尼，毋茫互人有真好的印象。总是伫上帝面前，你敢需要来有这个人设？你敢有法度通温hòa伫上帝面前？诗篇139篇，甲咱讲上帝捌你啦。伫你还阁伫老母的腹肚内，伊就知影你啦。你咧念头，你一举一动，你咧困，上帝无一句毋知。我伫上帝面前是毫无掩饰啊，无所遁形。伫上帝面前，有时咱确实有一部分，咱实在是真惊人去知影。总是伫上帝面前，你无法度通掩饰。伫上帝面前，你嘛无任何通好夸口。可能咱看这个世间有一侪要夸口，伫遐来讲我有这个成就。总是有一项我读这个圣经我感觉真趣味吼。上帝讲，你若要夸口夸口讲，我捌上帝，我捌上帝伊的公义。耶利米9章23、24节吼，即句话甲读愈有意思吼。耶和华安尼讲啦吼，智慧人你毋免夸口，你智商已有7啦。迄哪有啥物通好夸口？勇猛的人嘛，毋免因为你有气力勇猛来夸口。好业的人，才亿万富翁等等伫上帝面前，你摕你的好业来甲我夸口，有啥物路用？伊讲，既然爱夸口，你真正要共打讲我就因为即个来夸口，为着啥物？就是伊捌我。我要夸口，我知影上帝哦，我真了解伊哦，知影我甲耶和华。伊是一个行主爱公平、公义的对呢。我对上帝的性格对上帝的作为，对上帝一切，我有真深刻的了解。这句话后壁，这句话真重要，因为我掠这个最欢喜。咱讲我捌上帝，上帝足欢喜呢。我比昨昏搁较知影上帝的本质，我比昨昏搁较认捌上帝，搁甲伊关系搁较亲近。我掠即个做欢喜，伊欢喜讲咱捌伊啦。所以咱会通对即句话去体会上帝是遮尔期待，讲你明仔载比今仔日搁较捌伊，今仔日比昨昏搁较捌伊，安尼来认捌伊。上帝讲你要夸口这，夸口这我会真欢喜，也是咱应该做的代志。所以随时讲伫上帝面前，人设没有什么用。人伫上帝面前应该有的自觉，敢若几项。上帝，你若甲我救赎罪恶，我敞开在你面前，我无所隐藏的时候，无人听会到。你这种人你不管伫骄傲、伫嫉妒、伫各种的歹心胸的内底，上帝，你若救赎这种的罪，世间70亿个人无人听会到啦。若是你有赦免的，阮互人敬畏你。诗篇内底有足侪这个诗人因的感受，我的过失若得到压看，若得到上帝赦免是何等的幸福。诗篇51篇，这大笔凡间因杀人的罪了后，伊写落来，引起真侪人的共鸣。因为这就是咱的情形。由上帝，你照你丰盛的慈悲，撤销我的过失。
就你互我的罪恶一直洗除，我知影我家己的过失，我知影我家己内底有足侪不足为外人道的污秽、黑暗、罪恶。我若家己扪心自问，伫暗时的时阵，我的罪常常伫我的面前，我今日佫讲毋着话啊！今日我佫得失啥物啦？今日我佫没来由的发脾气等等，我犯着罪。虽然别人毋知影，总是我得罪你啊！我已经得罪你啊！所以人伫上帝面前完全无通夸口。上帝无照外貌，毋是讲你的人设很好，我形象足好。伊无照外貌，伫上帝面前，毋是讲外表的行为，毋是行律法称做义，是靠律法，靠信心来互上帝称做义。所以罗马书3章讲，保罗讲安尼生，咱什么人为什么通好夸口？全然无啦！我真好个，我读较真好，我社会地位偌悬，无什么通伫上帝面前通夸口。毋是我有积偌侪功德，做偌侪好事，伫上帝面前是对相信伊的恩典，就是我遮尔不堪，他也接纳我，伊嘛为着我来牺牲。毋是对我行偌侪公义，所以凭着信心接受救恩是完全的恩典。所以保罗的夸口真特别，你无感觉？逐人拢夸口家己的成就、家己的能力、家己的一切。保罗两项夸口，我夸口我软弱，我夸口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若用世间的标准来看，保罗有条件通夸口，有资格。连犹太人来讲，伊出世在罗马公民，所以伊的家世可能很好。伊受到加马列门下，伫犹太人内底是上好的老师，上好的最高的学府，受迄种的训练，是一个律法主义者，是一个法利赛人，行为举止无通嫌。总是伊得救了后，伊讲我干那两项通好夸口，我真软弱。我靠家己完全无办法，伊个夸口讲好佳哉有十字架的救恩，所以真奇特的夸口，甲别人拢无共，就是我软弱，我没有办法救自己，所以互基督的恩典来点着我，伊叫我要夸口，好佳哉我有十字架救恩，好佳哉我有耶稣基督的分裂伫身上，因为咱用加勒泰。我想用即个地图，互咱小可看一下。咱加勒泰教会是保罗甲巴拿巴第一摆传道旅行所建立的教会。加勒泰是一个省，毋是地号名吼。加勒泰省，今仔日大概是土耳其，伫土耳其即个范围内底。咱知耶路撒冷伫遮，地中海伫遮，塞浦路斯伫遮。因第一摆传道旅行，安尼西位遮来加勒泰，伊有建立一寡教会，所以咱通想象。当时加勒泰教会内底外邦人真多，有一个外邦毋是犹太人，所以外邦人就是毋是犹太人的这外邦人。外邦人甲犹太人混做伙伫耶稣基督救恩内底，成做一间的教会。大概加勒泰的教会不拄着一个真大信仰的危机、信仰的问题，所以保罗1章第7节讲，我。前伫基督的恩有呼召恁来领受基督的恩，这是为什么恁离开伊到遮紧？恁已经离开耶稣基督，恁毋知影，恁反而去趁别样的福音，这我感觉非常的奇怪。迄个别个毋是福音啦，有人教了恁啦，甲恁误导，互恁用其他的方法来得到救恩，爱拍乱基督的福音，所以。加勒泰教会到底发生啥物问题？什么人去扭曲基督恩典的福音？就是割礼的问题。迄等于律法主义的复辟，搁一届伫拄好出世的教会所变做，搁倒转去要行律法主义。所以加勒泰5章第2节、第4节，保罗用真严的话讲：我保罗甲恁讲。你若受割礼，
就基督无利益伫恁，你甲基督无关系啊，你著受割礼啊。你著感觉讲，我因为身躯有甲上帝立约的记号，我都有得救的保证啊嘛。我哪有需要耶稣基督替我赎罪？所以我搁再对逐个受割礼的人证明：好，你要受割礼，你若要受割礼，你都要行照全的律法，亲像咧欠债着行解。你毋是干那受割礼即个行为，所有的律法你拢爱受。所以你若要靠功德、靠家己的努力来得救，就甲基督决断吼，对恩典的位掘落去，你已经划开了，你已经对落去啊，从恩典坠落。所以咱知影，你若要修律法，你就要全守律法，毋是干那强调割礼。咱知律法吼，咱讲法律多如牛毛，确实是安尼啦。有足侪律法律咱嘛毋知影，咱嘛毋知影这到底是合法啊无合法。咱甲来用简单开车就好，逐所在拢嘛这段你才50公里尔，你若超过50，你就是是有互掠着，无互掠着尔嘛。你都已经违反国家所定的法律，你就是一个罪人啊嘛。你都为着你的罪，若互掠着，你就乖乖去交罚金嘛。所以律法遮尔多律法内底，无人有法度通全守律法。犯着一条律法，就是已经。等于伫上帝面前，你应该是看作罪人。所以保罗讲，你今仔佫倒转来律法主义，佫用这来做夸口，这是已经互耶稣基督上帝甲咱完成的救恩这种恩典，里面贬低了它的价值，都完全无意义啊！所以我想，毋是干那加入太教会，你若看使徒行传吼。当时这外邦人开始真做基督徒了后，逐个教会拢发生这个问题。所以，迄个使徒15章第1节吼，伊讲有几个对犹太落来教士兄弟，犹太就是伫耶路撒冷这犹太人，伊去到保罗建立的一寡教会，新的教会，甲因讲：恁若无遵守摩西的律例，恁若无受割礼，恁袂得救哦。你毋是干靠耶稣基督，你身躯爱留记号。爱留即个割礼的记号，主要争论就是犹太人当然无问题，因以前出世第8天就爱受割礼啊。外邦基督徒伫当时信仰大的问题，你用犹太人的立场来想，割礼真重要，确实真重要。因这是上帝命令的啊！上帝命令讲，因为我选恁做我的百姓，我有甲恁立约。有10条该有这个律例，我要保护恁，恁爱诚做我的百姓。咱立这个约，毋是用签字，毋是用转印啊，是伫身躯决定来接受割礼。所以割礼对犹太人来讲，这个不可取代嘛，这上重要总是到伫新约的时代为着安尼，真侪人讲哦，你毋是干靠耶稣基督，你一定爱受割礼，若无你无得救。所以为着安尼，使徒召开第1届耶路撒冷会议，我想对割礼的即个记载，咱大家小可知影。创世纪17章，上帝甲亚伯拉罕讲，我要甲恁立约，我要诚做恁的上帝，做我的百姓，等等这约要伫恁的身躯、恁的后代，所有十步的，你都爱留落一个记号，你会知影讲，阮是割礼是我甲上帝立约的记号，是真重要的。所以伫旧约。割礼，为迄个时阵到今仔日犹太人嘛还咧守割礼，抑搁咧因为这讲我是上帝选民，这是因感觉非常的重要。总是到伫新约时代，这代志诚做教会，这个加勒泰教会这帖撒罗尼迦真侪教会一个问题的时阵，因开第一次的大公会议，这使徒彼得雅各，因这耶稣学生伫遐开会议了后，因感觉讲，有耶稣基督救恩就有够业。遮个人是旧约的时阵的律例，今仔咱犹原来守旧约一寡律例，总是割礼这项代志，毋是得救的必要条件。所以使徒行传15章，耶路撒冷会议讲有几个对阮中间
假冒使徒的名去搅扰其他这外邦人教会，拍乱恁的心。其实阮无命令，阮无命令这个人出去，所以阮该开这个会议了，有一个结论，就是阮派巴拉巴甲保罗以及犹大甲西拉，拢有4个人，我派因出去各教会甲因讲，今仔日圣神甲阮决意，除了即几项较要紧，阮毋通外邦基督徒恁来弃杀拜偶像，这个拜偶像是不能，你咧敬畏上帝，你君底下所记的拜偶像，这拜偶像绝对袂当，袂当食血，也袂当历史的物件甲淫乱的代志，伫教会绝对无容允。所以除了这以外，我无要将恁一定爱受割礼才会得救，将即个礼放伫恁的心上，这耶路撒冷会议的结论。所以是咱伫新约时代。教会无咧强调讲你囡仔若出世，当然即马有足侪遮医学讲用查甫的若伫即个囡仔的时代受割礼，会通减少一寡遮的病，总是为着健康的因素，毋是为着信仰的因素。加勒泰教会发生问题就是遮犹太基督徒用因有受割礼来夸口。因为因受割礼，总是因无守其他的律法，独敢若爱强调讲，人阮甲上帝有立约的记号，恁无咧。互因通伫恁的肉体来夸口，恁是伫将来伫上帝国袂定比阮较低，也是甚至恁因为无受割礼，恁袂当入天国。所以保罗认为即个是错误的。有受割礼无受割礼，诚做初代教会分做2派。受割礼的人夸口的记号，这是新约的时代。是你甲我，咱无咧强调讲你爱受割礼，总是咱用受洗礼，以及搁较重要。今仔要强调的是讲，伫我的生活，伫我的生命中，我有带耶稣的分量，有耶稣的印记。有耶稣的印记到底什么意思？保罗最后伫6章17节伫要结束的时阵，我后摆恁莫甲我。用有割礼无割礼来搅扰我，我较重要就是我的身躯有带耶稣的分量。耶稣的分量是啥物？咱要安怎今仔日基督徒，咱出去逐工的生活，咱有带耶稣的分量。我想耶稣的分量，就是咱学耶稣的款式，是受苦的萝卜的分量。所以咱来看以赛亚53章，咱伫受难周的时阵，定定会去读到，讲即个上帝道成肉身，伊本来有上帝的资格、尊贵、权能、荣光，有上帝格，总是伊甘愿诚做人，佮诚做萝卜，甚至互人钉死伫十字架顶。我是怎圣经咱逐个真熟，所以你也看起来。以赛亚53章，今仔咱生活对所言，伊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你看伊受看轻，人黄面无，咱嘛无尊重伊，当时的人嘛无尊重伊，伊伫遐，互人侮辱的时阵，咱想讲伊是受上帝责罚，他被误会了，他受了很多的苦楚，但伊受压迫，甚至到最后离开世间，诗篇。以赛亚53章讲，伊无开喙呢，伊无为家己来争取清白，伊根本无一样牵到受害的地，因为伊知影我忍受这个，因为我有更崇高的使命，我有一个目标要完成。这个人无法通接纳主耶稣基督，用受苦的萝卜的形象来到世间，所以。误会伊将一切误会放伫伊的身上的时阵，伊无为着家己辩护，公义的上帝有一天会显明伊的公义。这是咱需要学习的对象。可能你伫家庭内底、职场内底、伫甲朋友的关系内底，检测有时你也嘛受着看轻，互人无尊重，互人顶，互人误会顶，总是。因为我有带耶稣的分量，
因为我有受苦劳碌的款式，我无极力去辩白，无极力去为着家己恢复名誉来努力。上帝知影，上帝知影，嘛无中途不放弃，因为安尼我就失志。我想即个就是耶稣的分裂。第二，耶稣上大的分裂就是十字架所留落来。所以咱知影今日的宣调讲，伊甲多马讲：“你来甲我摸我手骨的钉痕，甲我血的，即个是我的分裂，为世人受罪的痕迹。”所以保罗讲我今日无夸口别项，我今日夸口我的软弱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尔点。咱知十字架。用今仔日咱是看起来是真水，咱每一个教会上重要的十字架装饰嘛，咱尽量甲装饰得较水。总是伫迄个时代，咱用迄个时代来看十字架是非常真恐怖的代志，可怕的刑具呢。有时我看电视咧讲，哇咧介绍讲死刑犯啊，这刑场，敢咱那个看电视，咱就看了心里的花毛，很阴森。有人伫遐互枪杀是安尼，咱就感觉讲，哦这实在是真恐怖的代志。耶稣的时阵，伊还未受难以前，伊甲先讲，人爱若要缀我，就看无家己，看无家己实在是足歹学习啦。一生上恶学习的功德，因咱拢自我嘛。我要安怎看无家己？一定都有我们自己，怎么样尽量来看无家己？耶稣伊就留即种的榜样互咱看，伊看无家己承担这一切，咱也阁继续咧学习讲，尽量要安怎看无家己，举十字架。十字架是一个可怕的刑具，特别伫迄个时代，讲到十字架，啥物人袂惊？总是伫耶稣还未钉十字架以前，伫马太16章，伊就甲学生，伫约翰16章，伊就甲学生讲，举你的十字架。到底这十字架对耶稣来讲有啥物特别的意义？到底代表什么意义？咱先来想第一个原始意义吼，十字架的原始意义就是罪的惩处嘛吼。罗马人真残忍，伊知影你犯罪都要用性命来赎罪，总是我无要互你那么痛快，互你死，所以。用十字架吊到悬顶，互你3天一礼拜，互你伫遐慢慢的折磨，互你甲你唾弃，甲你虐待来。总是罗马人一个规定吼，罗马公民吼，若死刑袂使用十字架，因为太残忍了，太痛苦了。所以对罗马人来讲，这个是一个对罪的惩处，应该是一个公义的彰显。所以耶稣。边啊，迄两个贼，迄两个，咱毋知伊做过啥物代志啦。总是一定是罪大恶极，而且毋是罗马公民。因伫迄个所在，互调伫迄个所在来处死。本来是互你知影罗马法律，毋是互你会通滚笑，你要不要去惹到罗马？是公义彰显，罪恶的惩处，当然也有真杀鸡儆猴的目的。我公开展示伫路边，互恁看，什么人敢搁犯罪，什么人敢搁来违抗，世界遐尼痛苦，有杀鸡儆猴的迄个目的。即摆有一寡国家嘛是还搁用刑法，除了本身以外，就要教示其他人，恁来较注意者。所以是无人命的所在，是一个完全无下面这吊伫悬顶，你哪有稳定？无下面，总是咱嘛看出人性即种。对于迄个残忍吼，就迄种的凶恶看人痛苦迄种黑暗的一面，这个是十字架的原始的意义。到底有公义无公义是当时的罗马人说了算，上帝公义毋是安尼。所以耶稣互这个十字架一个新的意义，什么新的意义？我想咱就用耶稣伫十字架顶。通过4本的福音书甲拼凑起来，人讲伊伫十字架顶，互吊伫悬顶时讲7句话。咱用这7句话来了解耶稣的分裂，伊所留的即个分裂所带予咱的意义。第一个就是下面，
第一个就是赦免。咱要带耶稣的分量，就是我爱有赦免的心。上帝耶稣伫遐讲白啊，因实在毋知因到底为什么来安尼对待我，是因为因毋知，所以安尼来对待我。所以你赦免因，所以即种的赦免实在是一个学的功课。对你甲我来讲，要带耶稣的分量，就是讲。虽然委屈，总是我爱学晓赦免的功课。第二句是恩典的应允，12节是咱得到恩典的记号。迄个大贼股，迄个罗马法律判定讲一定要用死刑，才会通互你赎罪。迄个，伫最后一刻讲，你纪念我，一生可能做歹做歹。你最后敢若求上帝纪念伊最后一刻的悔改，耶稣讲：“你今仔日要甲我三甲地洞。”所以我知影，我嘛有确信，咱有得到这种恩典的应允。所以你今仔日自我形象不高，还是讲我感觉讲我不值得被爱、被上帝？这句话讲，你今仔日要甲我三甲地洞，只要你纪念伊。第三项对12节顶迄句话讲，伊甲约翰讲，看你的老母，甲玛利亚讲，看你的囝。他再一次的强调亲情，还是迄个疼的连结。所以，伫最后的时刻，伊也看入伊的老母迄种的亲情。所以，今日对咱来讲，我要带耶稣的分量，就是咱对亲情的珍惜跟维护。我对爱护我。照顾我、对我有温情的人，我时常放伫我的心内，来感谢，来想办法来报答。伫迄个12节顶讲一个阿兰文，伊哩那玛莎布达尼吼，即个阿兰文意思就是讲，上帝你为什么气杀我？有一个时刻，上帝甲耶稣是隔离的，因为伊在承担罪恶。总是因为已经替我承担罪恶了后，我就无过互上帝气杀啦。这个是已经替我付罪的代价啊！所以今仔日咱无过甲上帝相隔离。伊阁讲一句我喙焦，第12节顶毋是敢疼尔，伊的肉体嘛，迄个欠过迄个水，总是伊甘愿为着疼来忍受。所以咱嘛有即个感悟到，因为疼我会通忍受。我会通揭开我家己，伫肉体上、伫心灵上，为爱来甘愿受苦。讲使命必啦吼，中文讲成了。最后，伫人生的终末，你甲我毋茫讲，我伫世间最后一口气的时阵，会通有即种的把握讲使命必啊！上帝，你我伫世间的使命，我没有让你失望。毋茫我嘛有即种的宣告。抑搁最后一句，伊是讲我将我的灵魂交伫你的手中。我想即个是互咱上大的一个学习。当咱最后，也是我即时确信，我的灵魂已经交代伫上帝你永远的国度。有一天我要到迄个永恒的归属。但是因为身躯带耶稣的分量，是为受苦的路途，甲12节顶耶稣所讲遮的话，伊所受的遮的痛苦。对保罗来讲，我敢若一句话，12节对我来讲，世间互我顶12节，世间看我嘛是一个，迄个已经甲世间无关系的人，诚做一个新创造的人。什么叫新创造？就是讲价值观的新的。今仔日我追求的不是，当然咱拢爱啦，咱拢爱众人的肯定，咱拢爱生活较快活，物质较丰富，等等遮，我们去。渴望那些，但是迄毋是我生命上重要的追求啊！我上重要的追求是我有得到耶稣基督救赎也无？我是毋是通长长点伫伊？因为这毋是干那人生几十年所剩的日子的代志，这个是永恒的事情。所以我爱调整我的价值观，我爱搁较伫伫迄个永远，我甲耶稣基督的关系。会不会影响到我将来得到永远活命迄种的应允？所以保罗的结论讲，
伊若照这个准则，应该听我加勒派教会讲，恁就是爱照身躯有带耶稣的分量来生活。那安尼耶稣基督稳定甲一定会甲恁相隔伫咧。安尼姊妹，咱今仔日免搁去讲啊，我来受割礼啦，我因为我安尼，我提醒我自己，我来刺青啦，刺青。身躯老迄个无啥物意思。今仔日咱是伫逐工的生活内底，知影我身上我生命带有耶稣的印记，有死耶稣的分量。啊，这是我甲上帝立约的记号，毋是干那说的迄一工，也是我逐工的生活内底，嘛是我会通夸口的应用。嘛，咱每一人每一工提醒家己，我身躯有带耶稣的分量。咱来用这个做咱今日金句，咱做伙来读。打了后，人毋通搅扰我，因为我的身躯有带耶稣的分量。加勒太6章17节，毋茫咱拢身躯带有耶稣的分量，做伙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通过保罗伊深深的感受，求你互阮无陷落伫律法主义做表面的，也无用遮个财富、智慧地位来夸口。阮会通夸口就是主啊，阮软弱，主啊，阮伫你面前无所隐藏。阮需要你的救恩，阮需要耶稣基督，因为伊的十字架，今仔日阮才诚做有愿望。诚做有永远国活命愿望的人，帮助阮，不管阮伫世间阁剩偌久，每一工提醒阮，互阮的身躯有带你的分量。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再来吟圣诗第384首，自讲若要做我学生，请起立。奉献，请杨家红叶公益技术书献。
报告。欢迎大家来礼拜。3月开始，咱有恢复爱餐的供应吼，请大家会当伫礼拜后留落来伫地下室3甲9二用餐。第二，中执会今仔日礼拜后伫6楼召开，请中执老部参加。上联团契，今仔日上联团契爱餐了后，伫地下室召开3月例会，咱真欢喜邀请蔡正和名誉长老来专题演讲，伊的题目是优质老化，请上联兄弟用餐了后会当留落来参加。第四，音乐会，今仔下晡3点到4点半有云星甲天乐2个合唱团伫本堂举行新月西春2024联合音乐会，免费入场，请大家来观赏聆听。第五，中秋主日下礼拜3月24是中秋主日，为着纪念主耶稣最后一摆进入耶路撒冷，开始迈向各各他，为咱受难的开始，咱要举行圣餐礼拜，请有志愿受洗、甘信礼、幼洗，也是信仰个别的兄弟，请互牧师知影。第六，受难日的圣餐礼拜，3月29号拜五暗时8点，北中东一区受难日联合圣餐礼拜要伫本堂举行，请兄弟留落来参加。第七，国乐节联合赞美礼拜，今日的国乐节是伫个3月31，咱第1场的礼拜要暂停。信歌队要用受难周的素描甲无比大爱清唱剧来带领咱举行赞美礼拜。迄天有开车的兄弟，当将车停伫个南昌路的台电停车场。第八，咱要开始安排第2季4月到6月的事工，请各团契也是事工小组会当量早将后一季的聚会也是活动，以及负责服侍的同工的资料送到办公室，多谢。第九，读册会4月开始，白幼谦长老要带领礼拜3暗时的读册会，即届咱要做阵读杨飞利所写徐承德翻译的《恩典多奇异》有兴趣参加的兄弟，请按诗涵干事来报名。团契消息甲大道事项，甲后壁的奉献，则请大家家己看。请牧师报告。朋友第一遍来，需要我介绍的无？若无，咱用平安礼来互相请安平安礼，请起立。
信息第385首，人生风波交融无停。第1、第3、第5节。主耶稣伫十字架顶所完成救赎的恩典，上帝无限无条件会疼痛，圣神的相通安慰医治因带，甲咱正大家三一个，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